来看由哥传出全国里长校友谊后援会成员中华糖友里的里长何吉成哦，伊亲像接受中国的招待，等下接受检方的调查。校友谊今仔是表示讲，伊尊重司法。民众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吴成盈嘛回顾了，针对财产申报的争议，伊是表示讲，各个整理会依照规定来办理。今仔副总统赖清德是接见日本的新任驻台的代表，望讲会当来加强双方的合作，守护印太地区的和平。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透早到澎湖造势，为党籍地位候选人徛台友好。下晡要去高雄启动全台车队造假一桥落阵。暗过中华河北镇糖友里长何吉成，疑似因为蔡坛去中国接受招待。互检方认为涉嫌违反反渗透法，昨日暗时无报请回，因为伊是全国里长后援会人员。立行批评是介入选举，侯友宜亲身反驳：司法要勿忘勿重，把事情理清楚。但是，民进党，请不要对我做不正当的连结，这是一个操控。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结束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行程，13透早回国，就到立法院主持会议。对财产申报证据，伊表示要在争议当中会依照规定办理，要声音质疑，伊的有志人形象看起来对少年人产生寡票效应，影响民众党的选情。伊是用总统蔡英文来激励。蔡英文总统他的家世背景也非常好。那当时在选举的时候，我也不觉得说，因为他的家世背景而对他对台湾想做的改变，对台湾想服务的热忱，而得到任何的质疑。谢谢你们。台日共同合作之下，不仅仅是两国人民友情更好，经济创造双赢，我们也能够共同携手合作，在印太的和平稳定上面扮演关键的角色。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13无竞选活动，以副总统身份接见新任日本驻台代表，希望代志应加强合作交流，守护印太区域和平。最近有文章指出，赖清德捌帮助性侵犯开记者会爱国杯，赖清德竞选办公室严正反驳，因为是恶质抹黑，已经正式报警，绝对袂安尼就准拄好。记者综合报道。